家好，又係讀書好 TV 嘅時間。今集咧就自我宣傳啦。咁咧自我宣傳就係介紹最新一期嘅讀書好雜誌。嗱，點解我大力推薦呢一期咧？個原因就因為咧我訪問咗陶傑。咁我差唔多我諗10幾年前啦，知道見口晚見面，見得仲多過屋企人同埋呢個太太嘅咧就係陶傑啦。因為每晚我哋喺商台咧都會做節目，做完節目咧佢都會咧係揸車送我翻屋企嘅。咁咧喺個車程裏邊咧，我哋就無所不談。如是者咧3年嘅時間都係咁樣。咁就跟住我入咗政府之後咧，大家就好少見面。離開政府之後咧，最近我揾佢咧就做咗今期讀書好嘅打開書櫃嘅一個主題人物。咁好奇怪，其實我陶傑嘅公眾形象，大家都即係好多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覺得佢係呢個扮嘢，即係呢個崇英就貶呢個華中國民，即係貶抑呢個中國人嘅小農 DNA 等等。有啲人就覺得佢古靈精怪，就一時又賣下呢個海狗寶廣告啊，一時又拍下呢個情色電影啊。但係咧，佢個文字風格寫出嚟咧，好多時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對文字有追求嘅一啲讀者。咁究竟邊一個先至係真正嘅陶傑形象咧？其實對我嚟講咧，咁多年都冇變過。我認識嘅陶傑10幾年前嘅陶傑，同而家我訪問佢嗰陣時所認識嘅陶傑咧係一模一樣。喺我心目中咧，我認為陶傑咧係一個對中國文化認識係相當深厚嘅，亦都相當之對民國嗰陣時嘅所代表民國精英所代表嘅中國文化係個心存敬仰嘅人。嗱，事實上呢種人喺香港唔多。大家所追求嘅，我哋所認識嘅就係5·4魯迅啊、聞一多啊嗰種，即係為國家救亡啊，有一個政治目的嘅一啲嘅作家。咁但係咧，民國時代最出名、最寫得最好文字嘅咧，通常都唔係呢啲為咗政治目的而寫作嘅人，反而係好多純文學創作嘅人。咁我亦都知道陶傑對呢種民國嘅知識精英喺49年之後，俾共產黨嘅折磨，喺反右喺延安整風運動開始。跟住49年之後，一路到反右、大躍進、文革，佢哋所受到嘅遭遇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創傷。覺得一啲中國嘅知識精英點解會面對一個政權、一個政治嗰陣時，係集體地被折磨，唔係一個人，而係集體地被折磨咧咁。所以咧，好多人話佢親英或者呢個崇英嚟去貶抑中共。貶抑中國嘅傳統文化等等咧，其實只係表面嗰陣。實際上，我覺得佢心裏邊咧有一種諗法。當佢越接近中國文化嗰陣時，佢知道過去係曾經有咁大嘅創傷，呢個民族去折磨自己嘅知識階層嗰陣時咧，佢就抗拒。喺理性上，佢覺得需要落閘啊，將自己保持翻對一個距離，保持翻一個理性嘅態度。去面對翻自己嘅文化歷史。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佢個力量足以大到吸咗你入去，而係變成一個咧係冇咗理性、冇咗常識嘅人嘅。咁樣好容易就會變咗同當年延安整風運動裏邊，儲安平又好，或者係呢個反右運動裏邊嗰班民主派人士，或者係中國嘅學術界嘅精英嗰個命運係會一模一樣。咁所以我自己經常都會諗，其實如果真正愛護中國文化、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嘅人，我認為今時今日係絕對唔會公開表態去擁護中國共產黨嘅。正正係因為佢哋過去咁多年嚟用盡各種政治手段去摧殘中國嘅知識精英。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同陶傑傾起偈嗰陣時，你會明白到佢內心嗰種嘅對中國文化嗰種既愛又恨咧，你就會知道好多時佢寫出嚟嘅文字背後其實佢係諗緊乜嘢。咁我盡量希望用文字去表達我所認識嘅陶傑，就喺今期嘅讀書會裏邊，希望大家攞一本嚟睇下。多謝大家，今集到此為止，記住攞本好書睇下，拜拜。